各位兄弟平安。过几分钟，咱就要开始咱的礼拜。所以伫礼拜进前，咱用祈祷来准备咱的心，准备调起咱的主。所以咱做伙来祈祷。首先，咱要祈求上帝降下伊圣神的管压，互咱的圣殿充满圣神的运行。毋是干那运行伫圣殿，也运行伫咱的心内、咱的生命内底，带来大开力，更新咱的生命，互咱的礼拜会归上帝最圣。咱做伙开嘴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搁一摆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拍拜伫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主啊，你的圣神，请来，请来，运行伫整个礼拜堂。运行伫每一个兄弟同工的心内，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改变，互阮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互阮的敬拜会当真实、充满稳定甲真理，就会当归你最圣，得到你的欢喜。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第二，咱为着所有同工来祈祷，因为同工毋是干那服侍上帝，嘛是服侍咱众人。因服侍，咱就成做因的代祷者，来甲因相同工。求主互咱所有同工会当有大气力、大智慧来服侍上帝，佮利益伫众人。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将所有同工仰望伫你的手中，因为是你呼召，你祝福，你找见因。就阮每一个人的服侍，要献伫你的脚前，愿你互阮知影怎样照你的旨意服侍你，佮服侍众人。愿阮所有的服侍会当成做一个无破口的团队，来荣耀你的圣名。但阮的同工咧服侍的时，也求你继续祝福伫因甲伊的家庭，互因会当得到满满上帝荣耀的同在。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最后，咱为着家己，也为着也伫路中的兄弟来祈祷，求主互因无阻碍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也好今仔日所领受的，会当带去到生活的现场来见证上帝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主，求你互阮伫遮会当谦卑拍拜。求主会当互阮每一个人用放下家己、倒空家己的精神，互阮搁一摆得到你的清洁，也得到你稳定的管压甲充满。主啊，互阮空空来就饱饱转去，有稳定，有真理。主，互阮有为听的耳、受教的心，搁有彻底执行你旨意的气力，甲坚持。互阮所听的、所领受的，成做家己甲别人的祝福甲帮衬。搁一摆将礼拜仰望伫你的面前，愿你接纳。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咱安静来准备心。
上主啊，你永远存在，你的话确立伫天顶，你的诫命不时伫我身边，互我比我的对敌较有智慧，我比我朗诵的先生较通达，因为我哪念哪想你的教示，我比老人较有智慧，因为我遵守你的律例。咱三个人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27首，圣诗第27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请咱起立念全首。请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并死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亡中国活，就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甲公堂的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
创造宇宙万物的阿爸爸上帝，你用尊荣威严做衫穿，用光做外袍来抹。你用月定季节，互日头再落山的时，你互水泉对山内沁出，互山内的走兽有水通啉，互空中的飞鸟歇伫水边，伫树枝顶唱歌。你互草生长，通互精生食，互菜色大长，通互人对地得到食物。你互海洋大、阔、搁深，内面有算袂了大细活物。上主啊，全地满满拢是你用智慧所造，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我们对上帝你唱歌而乐，阮感谢你丰盛的主爱，互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互阮用谦卑敬畏。对内心发出恶乐甲敬拜，恳求你监察阮的心，接纳阮的礼拜，诚做合你心意的祭。我们因为上主你来欢喜快乐。亲爱的主耶稣，今仔是圣餐主日，阮意爱甲你三个祭祷，也意爱甲兄弟姊妹三祭祷，尤其是伫线顶礼拜，阮久久无看见的兄弟。感谢你透过圣餐，甲阮立新的约。你谦卑家己，除了仆人的模样来到世上，救赎阮世间人，互阮会当甲上帝和好。恳求圣神帮助阮，拍开阮的心门，常常思想你的话语，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不时得到你话语的润泽，互阮行公义。心存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同行，以爱甲人分享你的恩典，互人看见你荣耀甲祝福。今仔日也是环境纪念主日，感谢主，你守护美丽的台湾，也为人类万物有比美丽的世界，互人类有权柄来管理你所创造的万物。恳求主赐落智慧。互阮平平看重生态保护甲社会公益，求你引传阮用谦卑温柔的心，甲大自然恢复好的关系，负起责任，成做好管家，珍惜你所交托阮的资源来适当的分配，定睛看见上帝原本创造美好的世界，互阮万物拢齐声。学乐创造主的奇妙，公义主爱的主，想起3、4年前中国的历史事件，阮要学习以书帖为正做代祷者，为台湾国家的处境、政治局势、人民亲族安居乐业来祈祷。当阮的歹处边，伫因的国内压迫因的人民。也以各种的方法来分化、试探、侵略台湾的时，恳求你赐阮的人民有智慧的判断甲勇气，来保卫你享受互阮民主佮自由的台湾。主啊，你也亲自安慰扶持有亲人死世的兄弟，伊伫身体欠限，或是心灵忧伤，求救你的囝儿。帮助阮心灵勇壮，互阮伫服侍中找到通安息的所在，互阮的服侍对你忠心得到快乐，活出喜乐，各有愿望的性命，结出果子来荣耀你的名。感谢主，今仔日你要透过牛牧师传讲信息，愿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互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阮的祈祷无完全，我们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三甲讲：阮伫天地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地里像是天里。阮日时若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伫传阮负气，是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繁荣、荣光，拢是所有。
代代无尽。阿免。咱三个来交托启应文第18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的27页。启应文第18篇也是诗篇90篇。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地甲世界犹未造成。你互人归途，因为在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伊亲像草，早起时无生。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生气，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伊紧紧过，阮就过去。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妖化要到第4年，求你倒转。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阮的手所做工，愿你坚固伊。今早起，圣歌队要带领咱来学乐上帝。今日吟的诗是我心灵好牧者，我心灵好牧者。我心灵好牧者。
愿水的鹅乐真做芳芳的祭。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4章第6节到第7节。以赛亚书44章第6节到第7节，伫现代中文译本996页，现代台语译本伫1392页。我用现代台语译本来读。上主统治以色列的救赎主，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我是开始，我是结束，我以外无上帝。啥人会当甲我比？就出来讲。我捌对古早的子民有过要发生的代志，伊嘛通安尼宣告将来的事。今早起，牛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时间历史看见未来，时间历史看见未来。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各位兄弟平安。伫讲道的头前，咱搁一摆来祈祷。特别上帝，智慧对你来，话语对你来，真理对你来，所以求你，互阮会当听，搁会当理解，互阮有受教的心，会听会去，搁互阮有执行你旨意的坚持甲困难，互阮用一生的性命，甲每一天的生活来成做别人看见。为阳光上帝的见证，互搁较侪人，因为阮愿意安尼话，就当得福音的好处。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仔日用即个真歹读，搁有淡薄长的题目，要甲大家分享，甲历史有关系的题目。其实。原来是用华语在读吼，时光逆旅，洞见未来。
这也是咱今年历史展览的一个主题。较听我会分享为虾米安尼讲？讲到历史，咱为一个两个问题，一个足有名的话来开始。第一个问题，咱想看觅，历史是为虾米人来写？历史敢是为安息的人来写吗？那亲像毋是，因为逝者已矣，过身人已经过身啊，因无法度改变已经做过的代志。伫离开世间了后，世间对因的评价好歹，甲伊嘛无啥物关系啊。那亲像嘛袂真正伤害着伊。咱进一步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个代志，审判在伫上帝。罗马书12章第9节安尼讲：安息者需要交代，毋是咱啦，是上帝。所以，咱嘛无法度有困难、有智慧来，咱讲还原历史真相，敢毋是？因为咱无伫遐。遐写推理小说的，也是讲警察甲你讲，现场的人嘛无啥物法度啦。敢若问因讲，弄着人的到底是男是女是少年是老的是穿红的穿青？5个答案，6个答案，大家拢足坚持，大家拢感觉家己看也是对的。后来发现是穿乌的，嘛毋是青，嘛毋是红的，完全甲因想象无共款。这就是见证者的有限甲问题。搁进一步来讲，咱嘛无法度去判断到底真正的功劳还是过失是啥物，对啊毋是对，敢毋是？咱遮尔啊有限，所以好，咱知历史毋是为着安息者来写的，历史是为着咱遮的晓得活的人来写的，因为活的人才有法度改变，活的人会继续成长。信仰的角度来讲，活的人才会悔改啦。咱若悔改，就读历史就有意义，互咱会继续更新，成做新创造的人。第二个问题，无读历史，无捌历史，日常生活敢会拄着障碍？答案是袂嘛？无读历史，无在意历史，明仔载的代志毋知，但是过去的代志一时仔都袂记的人，嘛照常啉食，嘛照常过带，嘛照常安排每一工的行程，伊嘛照常困，嘛无良心问题，敢毋是？第一场有一个姊妹甲我无共款的意见，伊讲会啦，会影响啦，你毋安尼讲。我毋是讲历史对咱无影响，无咱就无需要徛踮遮讲遮济。我是讲对日常生活遐个足基本的代志，其实无大的影响，但是伊有影响，较听咱讲。所以，咱看见无读历史的人，因的生活照常，因的选举照常，因的工作照常，但是上课的时候。读册的时阵，老师有告诉我们啊，老师有讲呢，讲勿忘历史。伊甲咱教一句话，无论是中文课还是历史课，伊讲有一句话足重要，你一定要会记哩，叫做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伊讲这是一个足有名的人，叫做唐太宗。其实伊毋是叫做唐太宗啦，所讲的记载伫《旧唐书·魏征传》，就是魏征，毋是魏称。过身了后，唐太宗感觉人生孤单，无人通啊勉励我，就讲了即句话。无论因君臣相得的故事是做戏较济。也是真实较济，迄拢无要紧。但是即句话真有道理，因为咱若出门进前会晓照镜，
就袂头毛乱乱，无啊歪歪出门。那咱会当用历史做行，就咱确实会当知影，有一寡人，有一寡团体，为虾米会兴起？佮另外一寡人，另外一寡团体会灭亡。那咱用人来做行，就知影得到失去是怎样的发生。所以即句话真正重要。这也是因为安尼纪念历史，互咱看见过去的路，了解过去的路，怎样行到即马，是要互咱用这个理解追求头前的方向。看见过去，是因为要看见未来。所以，为什么今年110周年说到会纪念历史的展览，咱会用这个时间逆旅看见未来做主题？逆旅这两字是出自李白李太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内底，伊讲“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逆旅这两个字，其实甲咱圣经，特别是希伯来书所教示的足共款。伊讲人啦，就是伫时间甲空间内底寄居的旅客啦。咱若像伫旅行共款，咱会拄着风景，会拄着人，会甲人交谈互动，然后分开继续咱人生的路站。直到人生的最后，咱的报备收收的，就去到天顶的祖家。人是时间甲空间的旅客，亲像希伯来书甲咱的教示。因为安尼，咱需要读历史，咱嘛会写历史。但是咱爱转来到圣经，也转来到犹太人怎样看历史。首先，咱来看犹太人怎样写历史。犹太人诚做上帝的选民，诚做全世界上高经营的民族。因对历史这款无实用导向的学科足重视，超过咱会当理解跟入捌的。有人讲旧约的圣经就是犹太人家己讲希伯来的圣经，其实就是上帝的故事啦。所以你圣经第一节看到最后一节，第一节有上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最后一节讲我愿你来，迄个你是上帝。对头到尾拢是上帝，上帝的故事。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上帝讲啥？上帝讲伊是起初，伊是结束，对头到尾拢是上帝。圣经嘛是上帝甲人类互动的故事，因为无人类，上帝家己无需要写伊家己的历史，因为伊知。但是因为伊甲咱互动，咱会袂记哩，所以咱需要写历史甲读历史。对犹太人来讲，更较重要的是历史是犹太人甲上帝互动，迄个故事啦，迄个故事啦。所以有人讲，有学者讲，历史，迄个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啊，伊的故事。当然，女性来讲嘛，爱有 her story 啦，吼，爱有查某人的故事。这个伊通是上帝，这个伊通是查甫人，这个伊通是查某人，这个伊其实就是咱啦。历史就是咱甲上帝互动的故事，圣经就是过去信仰前辈甲上帝互动的故事。因为安尼，咱看见圣经足奇妙，圣经有两个视角，一个是上帝视角，另外是上帝讲。对吧？圣经嘛有人类视角，就是咱听见上帝的话，咱要怎样来回应讲？主，我伫遮，请差遣我。这就是人类视角，咱会互相互动来交织成一个足精彩的故事。对以色列民族写历史更较特别，大部分的民族拢是后代写的，但是以色列民族足爱家己写入去历史。
所以咱单单读了的《约书亚记》《以斯帖记》，拢甲家己写入来。咱看约书亚记就好，伊对亚伯拉罕直直写，这是过去；佮写甲摩西，迄嘛是过去。然后写甲因即代的人怎样甲约书亚做伙出旷野入迦南，战赢佮分地的过程，将家己写入来。因袂讲我家己歹势无写，因为因看历史是因甲上帝互动的见证的故事，因甲家己写落来，目的就要传予后一代，继续读，继续写，继续纪念。犹太人毋是写历史尔，伊嘛读历史。犹太人甲大象共款，袂晓袂记哩，因拢总记掉的。咱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做比喻就好，咱看见欧洲的德国甲亚洲的日本受的待遇不一样。咱看见德国人为虾米会记哩？毋是因足爱会记哩屠杀超过600万犹太人甲其他欧洲真侪民族的经验，毋是因爱记哩，其实因足无爱记哩。但是犹太人无要互全世界袂记哩。到今仔日，纳粹的记号要求是法律明文禁止使用。到今仔日，所有相片、历史、细节，拢抑阁一摆阁一摆。虽然咱足无意爱，嘛感觉有淡薄艰苦伫看，但是毋好袂记哩。这就是犹太人伫读历史的态度。犹太人对因家己来讲，毋是安尼尔，因感觉历史就是上帝怎样伫塑造因即个民族、即个国家的过程。所以上帝塑造因即个过程足重要。过去安怎塑造，未来会继续塑造。所以因看历史足要紧，因相信上帝律法运行，毋是干那伫信仰内底，佫是伊整个生活甲全宇宙内底，亲像今仔日的宣条所讲的，因若会当遵行，就得到智慧。所以你看历史册，无管是《列王纪》上下，还是《历代志》上下，因咧看遐领导者是用上帝的角度来看，有遵守上帝的律法无？有照上帝心意带规个国家往头前行无？若有，就是上帝要学乐的领导者。对安尼，咱倒来看咱上年，咱伫庆祝纪念110周年，咱应该怎样看咱的历史？首先，咱来继续毋好袂记哩，爱记牢上帝恩典，来传讲上帝恩典的伟大。伫咱庆祝世界110周年，伫咱转去看110周年点点滴滴、大大细细的故事，咱来首先感谢上帝恩典真正有够大。落地啊18万起3800万，迄阵啊，规个双连地区无人敢起超过10楼的大楼，咱就起起来，比所有其他的教会伫90年代到2000年起的教会大楼早20年以上。而且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摆阮伫中山小组伫遐分享的时阵，郭准乡长老历史补遗，伊毋是讲伊阿姑陈启准牧师的故事，伊讲到伊的外公，咱可能已经拢袂记了，就是陈两国长老的故事。陈两国长老是双连上早第一届2个长老其中一个。伊毋是讲因伫教会做偌济工，伊是讲因怎样对故乡来到台北。那我无记毋对，伊是随风的人。本来是一对少年的夫妻，伫故乡伫遐生活做工作，但是无拍算。有一天，一场大火灾，甲因所有的厝拢烧甲空空，甲因生活所累积的嘛烧甲空空空。一无所有的，一无所有。这对少年人，那一般人可能就做累积，敢毋是？要安怎？啥物拢无呢？
过去几年所累积的，统统无去啊，要安怎？但是这对有信仰的少年夫妻讲好，咱来去台北拼一届。所以包括款款，靠着信心甲上帝引带就来台北，因为这个决心，因为这个愿望，因为这个瓦壳，才有5代家族的故事继续往头前行。而且讲到头前人的故事，前辈先人的故事，毋是咧讲因偌厉害、偌伟大、偌天纵英明，还可以预测未来。咱拢是平凡人，因可能平凡甲咱相共款，因嘛无法度预测未来，敢毋是？咱对未来来讲，咱拢是视障朋友，敢若上帝看有。但是因有一个足特别的特质，就是因愿意倚靠上帝，凭信心来行头前的路站。虽然路站看起来个无明，虽然那亲像要搁伫人生的黑暗面内底，但是伊愿意讲好，靠上帝往头前行，祈祷了就开始做，就因画出一个足奇妙的见证。所以所有的故事拢毋是人的伟大。所有的故事拢在讲，人若会当倚靠信仰，就会看见上帝的伟大啦。第二，咱听见佮看见啊，咱毋好袂记，咱来传落去，咱来宣传这水的产业，甲福音的使命。产业爱传，福音的使命嘛袂使无传。这是一个足平衡、足完整的传承。像咱教会是因为5年牧师的宣教中心为淡水东南刷到双连，才有今仔日的双连。因为安尼开拓，所以今仔日今年毋是干那咱设教110周年的纪念，嘛是吴威廉牧师别世100年的纪念。咱毋好袂记，咱这第一位的小会议长为咱教会所做美妙美好的工，咱是伊服侍的最后一站，咱毋好袂记哩。所以下半年咱可能有一寡纪念的活动，也请咱来参与，来纪念咱第一任的小会议长。一个世纪外以来，像咱教会伫这个商业的中心，这是一个空间。足特别的空间，有人讲中山北路那亲像台北的华尔街啦，咱是商业中心长大的教会。咱互这个中心、这个空间、这个时间塑造变成足特别的样貌。咱有上早我头拄仔有讲，会教会到老。1970年代加起超过10楼，迄毋是爱有技术，迄爱有信心。敢毋是？迄阵啊，隔壁才5楼，叫做台泥大楼。5楼，咱起11楼，甲起起来。咱有长老教会足少看见的团队服侍，足早就有。咱有长老教会足少拥有的事业体，这拢是上帝特别互咱的，也是特别的责任甲使命伫咱的中间。更较重要的是，咱因为病院的需要所开拓。一开始就是因为马街的病院遐有员工、医疗人员，遐病人甲因的家属有需要，心灵有需要，所以开拓少年教会。甲即马还佫有真侪的病患甲家属，甚至是医疗人员，因为安尼就到双年，敢毋是？所以，咱伫遮莫袂记哩，咱受开拓的基础是伫遮。无论未来咱发展到倒位偌大，安怎改变更新，这拢是咱的基础，这拢是上帝特别互咱的。一方面是产业，一方面是托付的责任，福音的使命，勿忘历史。咱的性命其实就是甲上帝相同行的历史，敢毋是？所以最后我要分享一个阮兜的故事，滚滚啊就好，来甲大家讲，因为过去啊，所以算历史吼。4月长假，
咱放假放了不知欢喜吼。有一天，阮兜4口人要出去办代志，所以就4个人骑U-bike，骑去到停车的所在。出门进前，阮先生就甲阮大囝讲：“哥哥，你已经有驾照了，爱开始练车，较停仔就可以啊。吼，囡仔开始紧张，新手上路真恐怖，搁爱开高速公路。”爸爸在带囝，甲妈妈无共款。上车开2分钟，发现一项事，哥哥说：“啊，我的包包放踮U-bike头前的哪来？迄内底有钱，迄内底有锁匙就煞，迄内底有手机啊！”一声，爸爸开始教示因囝。真生气，大囝开始流目屎，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正是伤心处。要安怎？坐踮后壁，我甲我细囝坐踮后壁，弟弟18年拢感觉天塌下来，爸爸妈妈加哥哥顶着，我欢喜过日子就好了。忽然就严肃讲一句话，讲这时候只有祷告了。你的手伸出来，妈妈，我们握手来祷告。好，我的手甲牵咧，开始甲上帝求讲：主啊，你互阮迄个手机会当找转来，无太大的损失，因为这足重要啊！主啊，阮有足侪毋对的所在，阮足软弱，但是你爱甲阮帮衬。阿免。好，祈祷了，开始报案。祈祷了嘛是爱报案。然后爸爸继续。开车去遐踅，妈妈带2个囝就开始去派出所报案。我们是良民诶，第一次进派出所。报一半了后，阮爸爸阮先生敲着来讲：“妈妈，手机找着啊，皮包找着啊，因为有一个好人，果然是好人，顺手顺路就甲伊交伫圆山派出所。”即届加4口集合，搁去第2个派出所游览。帅哥警察甲阮囝讲：“你内底有啥物？”伊讲：“几百块啦，有钥匙了，还有手机了。”警察讲：“不是几百块，有1000块。”迄天虽然差不多迟1点半钟。嘛是代志拢办了。中昼时，我甲阮囝讲：“妈妈，因为恁惊着需要食牛肉面，爱大碗的，爱足济肉，才会当补血。啊，搁前2天休困的拢转去啊，所以我爱休困。这个故事足细嘛，敢若手机也无去尔，后来搁找着也无啥物实质的损失，但是这个。经验对阮家庭来讲，可能会当传3年，无拍算30年的历史。为什么？因为这个经验内底足重要。伊第一甲阮讲，有一寡人生的坎站只有基督啦。你嘛无啥物办法，因为阮等于找U-bike的空啊，嘛毋知谁捡去是好人啊歹人，只有基督。所以阮迄个细囝吼安尼。乐天派第一届遮认真讲，这个时阵只有基督学着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是大囝，咱教囝讲，你爱安尼，你爱安尼，你莫袂记你这个代志爱处理好。你的个性内底有一寡所在，一定爱甲克服。讲100遍拢无效，但是这个经验，上帝亲自教伊。你就知影，使徒保罗讲的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啦。这上帝伫内底有足大的恩典，是毋是？伊互阮规个厝无损失，但是上帝嘛足公义嘛足有智慧的，伊教甲少年人会听，所以伊会记哩。这个经验，互阮这2个年过半百的夫妻父母知影讲，囡仔大汉。有当时咱足歹
对因个教是啥物？迄阵就要交互上帝，上帝才是因一世人的老师啦。亲爱兄弟，亲爱兄弟，无论是个人也是团体，咱的历史就是安尼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安尼累积起来。有当时这个故事、这个经验，伫外口人来看无啥物嘛，足细足细。但是咱甲上帝相同行，就真做上水的风景啦。袂当伫寺庙甲上帝相同行，就真做上水的信仰历史。时间逆路看见未来，对过去一骹步一骹印，也会互咱知头前的方向。过去一骹步一骹印，真做今仔日的双联教会，也愿上帝互咱看见，甲跟对伊的骹步来往头前行，无互上帝失望，会当完成上帝所交托福音的使命，佮传予后一代。咱做伙来祈祷。因为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历史的主。你讲你是开初，你是结束。就阮心内无惊吓，因为阮的一生伫你的手中，阮的教会伫你的手中。无论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主你继续用你的圣手扶持阮，互阮会当行头前的路站，伫你真理的正道中间无偏离。就阮要用一生来见证你的大荣光、大恩典。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三个来吟诗回应上帝听，圣诗第336首，第33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请咱起立吟全首。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成年洗礼，也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共受主的圣餐。请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伊讲：恁既若着我担重担，就来到我遮，我要互恁安息。伊也讲：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亲爱兄弟姊妹，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甲日日。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现在照圣子耶稣基督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是为着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亲爱的主啊，阮用谦卑的心恳求你。找见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透过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会当属灵的生命持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用阮所讲所行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当咱伸出双手，恭敬来接受这个饼时，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的牺牲，咱得到拯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去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孝念我。这个杯是新约，是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摕到这个杯，伫心中感谢主，伊所流出的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感谢上帝。是阮的主，愿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生活的食物，也互阮真实明白。阮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献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你的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日日得到力量，来实践你的话，来荣光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也请伫线顶礼拜的兄弟，咱会使用网络的奉献方式来做奉献，请咱备办心来奉献。请咱起立做奉献的祈祷。历史的主宰，万权能的上帝，感谢你恩典的带领。伫110年前，圣灵教会奉你的名设立伫牛埔仔这个旷野。
诚做马街病院的员工、病人、甲家属亲近上帝，定心心灵得到开纳的所在。感谢主，你透过吴威廉牧师、陈启准牧师，甲侪侪牧长、信仰前辈献身服侍的见证，鼓励阮倚靠上帝的带领，勇敢传承美好的产业，甲福音的使命。阮愿意献阮的活命，在前来行永远行未了的福音祭，因为阮的一切拢是你丰盛的手术。恳求你固守阮所服侍的无空空着活，通荣耀你的名。愿阮的奉献成做你圣工的路用，愿你甘纳圣化。阮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请咱掀开周报的第4页。第一项，本周特别事工。本周日是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呼吁兄弟共同学习，成做尽忠的好管家。做好生态关怀的使命甲责任，这时请咱来欣赏咱伫设教110周年的静态的影片。做伙来听惜上帝所创造这真宝贵的自然，这个环境，咱做伙来听惜，通过咱的参与来实践咱的信仰。不要小看我们捡的这一个小小的垃圾，像吸管啊、塑胶袋啊，但是这对海洋的生物其实是对他们是有帮助的。我们不应该再把这些东西再遗留给他们，所以我们会持续做下去。咱做伙来听这块土地，会当流露美丽的海花。咱持续来保护咱美丽台湾甲这个地球。咱继续来看第5页。社青牧区的事工一个座谈会是这场的面面观的座谈会，要伫6月11号，就是主日的下午1点半到3点半，要伫10楼的礼拜堂。主题是进入所谓新时代。有请到3位的讲师，因拢伫科技也是伫家己一个创意的公司来做这场真好的一个勉励因拢是知识会的专案经理监长魏博士居于科技的师长。正源执行长甲对碟公司的张分扬品牌长毋忘透过因伫即场的经历建造青年伫工作甲信仰当中正确的价值观即时请咱做伙来欣赏一段影片。各位初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大家好，大家平安。
还记得我们在2021年3月21号疫情前举办职场面面观的第一讲，我们聆听了4位分享者丰盛的职场经验，让事态交替的过程中，一起经历生命教练的指导。疫情后，我们准备要在2023年6月11号下午1点半到3点半，在双联教会10楼举办第2次的职场面面观。依据上次的问卷调查的结果，各位希望听到职场的中生代、科技业也是新创公司的讲员来分享，敬请各位发挥您的影响力，协助邀请适合于教会内还有教会外的青年一起来分享职场当中的大小事。这次我们邀请了3位讲员，第一位是资策会的品牌经理甘仲伟博士，第2位是裕裕科技的执行长 Paul 施正元执行长，第3位是堆叠股份有限公司的品牌长张云阳。我们本次的主题是进入数位新时代，期待透过这3位讲员的职场经历，共同建造我们在工作以及信仰当中正确的价值观。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欢迎现场的社青的朋友，也是咱厝内有社青的厝内囡仔欢迎因拢会上来参加。咱继续来看第6页邱宝庄讲义所的专题演讲伫6月18号，就是下个礼拜日搁一届请到石板民夫这个真有名的记者伊要讲伫台湾说三道四美中对抗时代的台海局势是伫下晡但是中昼有提供这个简餐的部分。那请咱若有参加团契还是小组咱兄弟会当直接团契会长来报名莫重复报名各团契甲小组的负责人甲罗正平干事来登记。若是你无伫小组团契报名，会使请你伫咱网络观点即个来做登记所谓登记到6月14，就是后礼拜3来做结束，请咱把握时间。伫当天即个礼拜了，咱就留伫礼拜堂内面，会当来分即个简餐来使用。搁一项是补充报告，是集体关怀部分。李树在兄弟安孝主怀伊是伊是汤秀娥老师的翁婿李岩应兄弟的老爸伫6月7日安孝主怀，定伫6月18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1楼的真一厅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以上请牧师来介绍来宾。伫遮代表双联教会欢迎第1届来到双联教会的兄弟甲新朋友。第1位是周玉亨、李文新，伊是夫妻，请恁徛徛，互阮来欢迎你。伫中间的所在，咱拍鼓来欢迎伊，请坐。也阁有其他的新朋友，也是兄弟第1摆来到双联教会无，请你莫客气，徛起来，互阮来欢迎恁。若无第1摆欢迎，永远欢迎当作诚侪信用的家，也请你老婆伫礼拜了后，伫贵宾室的所在有同工，甲你介绍教会来彼此认捌，多谢。这时，请咱来吟线会诗，圣诗516首，这是礼拜特别线，请咱起立。
叫咱做伙来接受祝福，愿恁平平安安转去，带着上帝恩典甲真理的大快乐，伫每一天的生活内底见证伊的荣耀，佮传讲福音真理的好处，互人共款得到利益甲祝福。愿恁安尼行的时阵，就天父的大快，天父恩典、圣神的引带，主国活的大快乐，甲恁直到世界的落尾。阿门。请坐，密岛社温，恭受差遣。